占地55坪，拥有白沙的天然坡面，搭配攀爬加出流浪的游戏场，历经完工以后，为了整个设施完善，阿兰区公所相当认真，特别邀请第4幼稚园2岁到5岁幼童先来体验，看有啥物需要改善的。面对阿兰区各家这座上大的沙坑游戏场，会让刺激囡仔想象力、锻炼筋肉，甚至还是社会活动的整个设计。家长拢抱着肯定的态度，现场陪囡仔增加欢喜感。不是像一般就是只是那个阶梯爬上去就可以溜滑梯，它这个是可以就是让小朋友就是手脚并用，然后挑战，然后上去才能溜下来，还蛮不错的。沙子的部分。蛮适合，就是各小年龄层，大人也可以陪着一起玩。然后像那种设施的话，就是比较大一点的小朋友也可以上去玩，让他们体验说，跟一般的溜滑梯不一样，好玩呢。那你有没有喜欢？有啊。我们家长有多一个选项，带小孩去游玩这样子，尤其是它有一些就是可以挑战的地方啊，有沙，然后有溜滑梯这样子。刚刚体验下来，其实觉得是一个很棒的设施。游具它底部铺的是沙子嘛，那它有安全的功能啊，但是它上面的做的这种绳子也是软的，所以啊，然后有很多的可能性，它可以爬，可以攀高哈，去从高的地方看下来，或者是从下面看上去，就是有提供它跟平常不同的经验，就是有这种立体的这种攀爬的经验，然后它也是可以帮助他们的这个社会互动啊。随着南科壮大，阿兰区嘛成为必然发展的新社区，吸引一千种人口来徛起。公园所在的新体中卫区人口嘛持续进驻，所以政府看见公园加游戏场的需求，导致500万来开辟，嘛拜托一般罐头式的佚佗米，加一处兼顾教育娱乐的好去处。公园特色游戏场当中，对一个里可以说也相当的重要。除了能够吸引我们年轻人亲子的一个休闲场所可以增加以外，那当然也可以吸引这些移居人口愿意来进驻到我们里内来居住啦。礼拜连续假期头一天，新体公园的游戏场的闹热滚滚，公司嘛欢迎全家大小做回来阿兰区佚佗。咱来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